来这件，这到底是毋是恶意共动车呢？这是差一点仔就造成严重的火车的车祸。云林斗六一个滨交道，昨下晡2点外，一台修理车疑似互头前的轿车甲挡掉咧，卡伫个滨交道。当时这个栅栏放落来，火车就要来了。修理车顶的女乘客赶紧落车，甲栅栏救互悬。加在，而这个火车快速通过进前，车要下副驶起行，规个过程互人看到会流凊汗。啊，讲这台雄雄停落来共砸车的轿车，驾驶阁伸手出来共比一个手势。警方当咧追查车主，若真正是恶意共砸车，都卡着刑法的强制罪。警视顶讲起来，火车要来啊！一台青色轿车通过滨交道了后，稍雄龙停落来，挡掉后面一台旅行车。旅行车停伫滨交道的两边栅栏拢放落来，副驾驶座负责人伊赶紧落车，突关正边的栅栏，旅行车向前开。负责人伊暗时车停掉咧，伊赶紧驶过车前，伊看到倒边的栅栏，然后双手夹悬起来，搁捏骹尾，甲两边的这围栅揪悬，轿车才脱困。负责人下性命吐悬，这围栅也是启动着旅行车的车身，旅行车的驾驶惊这围栅会去靠着车，伊毋敢快速冲过，慢慢向前开。好佳在几秒钟了后，火车通过，迄时真正是大家拢惊到，旅行车差一点仔就要去火车弄到。头前迄台外较进前，后壁迄台火车过会去互弄到。对影片看，一开始前面的轿车通过滨交道的时，驾驶突然间停车，伸出倒手做一个手势，才造成后面的旅行车无法度前进，去栅栏困掉咧，疑似恶意动车。案事厘清以后然后再依法开罚。事发的地点伫云林斗六这滨交道，经过火车是自强号，有载几百名乘客。若是旅行车无及时离开咧，叫火车弄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警方讲会追查第一台轿车，对车牌追踪车主，请伊说明责任后果，李成是毋是故意动车的？若是的话，驾驶就触犯刑法的强制罪。